好，这名刑警来到深山里面的这一处鸽舍进行查缉，因为里面正在进行非法的枪支改造。而这是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呢日前接获的线报，说花莲万荣乡有一名28岁的曾姓男子，用山区的农地养赛鸽，并在鸽舍里面实际上是进行枪支改造的行为。而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呢接获线报之后，跟高雄的警方还有花莲当地的警察一起进去这个鸽舍里面进行查缉，果然查到了5把的改造长枪，外加1包钢珠以及改造枪支的工具，其中3把长枪呢，经过鉴定确实是有杀伤力的。而南打的警方也说，这名曾姓嫌犯为了不让自己的兵工厂被查获，不仅用农地的鸽舍来掩护，还养了好几只看门犬来看门。而这些改造长枪的外形呢，看起来多半都是猎枪，但不管用途为何，私自改造枪支就已经是犯罪。曾姓嫌犯呢，事后也被依照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